沙帕係阿斯塔納機場嘅貴賓室。我用新貴通會員資格進入，入邊有唔同類型嘅座位，舒服同埋靚景都有。酒精飲品呢就有啤酒，非酒精嘅有咖啡機，熱湯有2款，味道都唔錯。熱食就要自己去微波爐加熱，冷盤有沙律同埋堅果，雪糕就要額外收費。其他設備包括兒童遊戲室，呢度有洗手間，但得一格。呢個貴賓室客人雖然比較多，不過上機前嚟休息一下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